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 M 新闻》，我是嘉豪。看到这花莲的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受到风台影响，这水是愈滴愈多。今日下晡2点外时阵，这水已经填出来了，这大水也冲向这水尾，甲马太安溪桥规个冲倒登去。冲登去啊！而且伫咧现场感谢工程人员，也因为看到这款的情形，赶紧来离开现场。也因为这大水冲向光复顶地区，这车辆开始淹水，相关的所在呢，上深有淹到一层楼遐尼悬。另外，伫咧台东的太麻里溪，这溪水规个涨起来，市区也有真侪所在拢等咧淹水。冲上来了，冲上来了！真的很夸张哎！大水冲过来，流甲真急，搁淹土石，而且是一直流无得停，这么惊人的场面引起灾情。啊，桥不见了，桥掉了，桥掉了！眼前的马太安溪桥，一日就互土石冲甲登去，规条桥互水淹去，变甲无看到。在场的监控人员随上车紧驶走。满了，没有桥了。花莲的马太安溪水位是熊熊淹起来，因为水头的崩山潭已经满啊。伫23下晡2点外，超过蓄水的上限9100万吨，出现溢流规个冲落来。完了，我的车在车库，怎么办？哎呀！这溢流是搁紧搁凶，伫水尾的光复乡是第一个受影响，溪水灌入来车路，汽车当中浸水，搁大水冲走，路变作海，愈淹愈悬。这是我们家里一楼都买了，这水淹水的状况是持续拖，民家厝小连线拢受影响，阁有人出门拄着做大水，只好甲条啊揽条条，处境是真危险，嘛互伊的囡仔着急发文来求救援。面对溢流，虽然花莲县政府是提前做疏散，但是水尾有超过8,000个居民，真侪人拢堆伫避难，刷去2楼、3楼，相关单位嘛持续监测水位。监测湖的状况，还有撤离的状况，这些的掌控是一直都有在联系掌控当中。我们成立了前进指挥所，那现在已经成立，那整个这个医护单位也已经成立了。风台花家沙的侵袭，唔那是马太安溪，花莲大桥的水位嘛起得甲真紧，因为大雨无得停，隔壁的台东县，包括太麻里溪、台东大桥溪水嘛一直拢在淹，市区的南王和万英里开始做大水。昨到今日安尼暗吼。三届，迄风台愈大啦，淹去内底。因咱当间拢清气进去啊，那个淹来。花家沙过境花莲台东落大雨，伫真侪所在造成灾情，各单位全面戒备，莫互危害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花莲这马太安溪崩山湖规个填出来，大水是冲向水尾去，这马太安溪桥也去互冲登去啊！光复市区今仔是当咧淹水，全部拢是落寒霾。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也就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就表示，目前灾情呢有71个人掉咧，2个人失去联络，有请相关单位派人和机构准备救援。也因为这大水是真大真严重，就要听候这水较退，才会当进行复原的工作。车子，哎呦啊！民众看到平常的道路加远，拢总互土石污流引起。花家山风头外围宽量行人的雨量，造成花莲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满出来大量土石，水尾冲洗，出来的土沙水就安尼流入光复乡市区。然后这台白色车子里面有人，这台灰色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阿姨现在一个人在那边很无助，他不知道怎么办。有怎么办啊？光复乡怎么变瞎？咱前的国民像海中来时，水尾万应风林光复，连续传出灾害，民众拢走到悬的所在避难。伫台东太麻里溪同款跌起来，造成台风下陷。台东县长下昼到现场勘灾，知影花莲灾害了后，随下指令，甲花莲灾害应变中心联系。希望跟花莲县政府联络上，因为光复万荣桥断了之后，南边我们可以帮忙。他们北区如果要跨到南边可能会有些障碍，对，所以我们这边支援。台东消防局紧急派出最小专职队总计21名警官4架抢泥船，赶去花莲援助。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请相关单位准备人力甲技术，强调今嘛人命保全上重要。我们刚刚有确认过这个地方的基地台它的运作是正常的，所以有求救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就是71人受困，那2人失联。从议题出来的水啊，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干干净净的水，它是水加上土加上沙，
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等这个议题的状况告一段落，也可能是明天早上的时候才会出动要做复原重建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已经请国防部呢开始做待命兵力。劳师峰表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会维持一级开设，甲花莲保持联系，也通知花莲山海乡镇公所保持体力唔通转去，保障国军太平兵力达到5282人，各有5类车辆100台，但水位较低了后，就会随协助地方护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个风台呢，伫咧恒春半岛含小琉球是风平雨搁较大，这海涌呢也拢甲这个水流差拍起来环岛公路顶头。恒春半岛早起也发布这大涌警报，提醒民众引发有6米悬的大涌。另外呢，这强风呢也害屏东的山区真侪乡镇来失电，达到2000外户是无电通用。也因为烦恼讲，这山区若准落大雨，会造成严重灾情。高雄、屏东的山区也拢先进行预防性撤离，有撤离2000多人。一涌一涌的大海涌现上花，大水茶嘛卷起车路，小琉球海子口河南挡袂牢煞冲转去，关岛公路嘛真惊人，有本数甲大水茶海涌持续现起来，海涌至少7至8公尺悬，车路规个如苍苍。这边是我们的后石群礁。气象署资料显示，23世纪9点，小琉球涌上悬6.8公尺，大福湾加油站边秘密沙坡、高桥滚大、海子口拢出现涌真悬的情形。大福渔港甚至涌有限过爆发。恒春半岛原有类似的情形，当地阁发出警报，强风嘛捌造成屏东县将近2000户停电，真侪拢是伫山区的乡镇，尤其是西雅乡停电的户数上侪。是在那个贝亚区那个地方，我讲。台风天啊，怕没有路灯也是危险啊。当地路冧管关真歹行，要由工班早机具行路入去，先甲倒去的树尾抓走，才会当抢修。受卡地区多处断线了现场真的是泥泞不堪啊，山路难行啊。欢乐花甲沙地高雄屏东山区出现灾害性雨量，高雄南马社、桃园、甲仙、六区、武林5山区拢总撤离1835人，屏东市撤离459人。屏东气象站表示，22恒春镇有测到上大阵风10级，湾州附近原来有测到14级的阵风，23日后壁湖原来出现10级的阵风。虽然陆上风台警报解除，外围的环流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袂使无注意。记者采访报道。这风台花加沙经过了后呢，这外围环流也互北部地区风雨是变叫。这宜兰转运站的旅客呢是伫遐拿单车拿压雨，家人中正路也有所在是淹水淹到半米深，甚至有新家厝泰路是规个落来。那讲到目前呢，伫咧菲律宾东方外海还佫一个热带扰动，已经变做是热带性低气压咯，将有可能会佫再变强，变做是轻度风台。咱的气象署也当咧观察这个风台动向。一阵大风将雨水规扫入宜兰转运站，站务警官也会叫雨伞来回处理代志。花加沙风台过境，800基宜兰也大受影响。下大雨的时候，水都会往里面泼，然后夏天真的很热。我记得转运站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设计的吧？风势大啊，比较靠近出入口的地方，就难免会受风的影响，把雨水带进来。旅客拿南河拿单车，怀疑是转运站设计不良，关府交通处强调，当初设计建筑师就考虑到东北季风状况，也毋过即摆因为被严重风甲中港雨，才造成即款状况。另外一边，家人雨势同款一阵一阵，就伫威海营区的旧地址怪树继续伫土水中作业，因为23早起边仔中正路加度淹水，上深的所在超过50公分，范围超过100公尺。可能看起来大概有30公分左右吧，对啊，蛮深的。可是一下就没有了。听说以前就有淹过，对啊，不是只有这一次。也有公路路花地街口，就伫今仔日早起7点多，建筑物被堪日强风，大片泰路落落来，互住户行到要害。很大声，很可怕，我以为是撞车还是什么。这里风很大，去年我们的招牌就被风吹下来。就连台北市和平东路3段也发生路树倒去，地害路边5台机车。目前花加沙渐渐管理，也毋过受到菲律宾东方外海一个热带扰动已经形成热带性低气压。
那我们预计它未来将会是逐渐通过吕宋岛的南部，然后进入到南海，对台湾基本上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哦。但后续它的发展如何，有可能会在24小时之内变成台风。那未来普罗伊风台形成，西太平洋可能阁有3个风台强阵的局面，也毋过实际影响甲详细预测路线也由台进一步观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成功岭传出可乘的意外，造成一个18岁细小的士兵面的倒面并大面积受伤，性命的定伤稳定，但是还未脱离危险。军方嘛伫23下晡对外来说明，初步排除是机械还是弹药出问题，才造成这个意外。那昨天这把枪支射击它发生之后，我们经过联保厂的检查鉴定，枪支是没有破损，弹药是没有破损，所以枪支目前就初步的研判。枪支的机械的问题是排除的。军方指出讲，属机部23处理细小的士兵，2日下晡当伫靶场做 T91步枪的例行性训练。迄当阵射击线其他的林兵拢已经完成射击，伊是上尾一个射的，嘛是这支枪的上尾一粒枪支。代志发生了后，枪支互送去鉴定，嘛排除是其他的人无细致去射着伊。神经就像豆腐一样。所以，当这些金属碎片在散射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实质上的伤害。病医表示讲，目前的目标就是维持性命正常的稳定，差不多需要2礼拜的观察，已经转移到台北的3总继续来治疗。军事专家是指出讲 ，T91步枪是目前国军在使用的主要枪支，初步推测并不是枪支本身出问题，但对这种枪敢会当对正兵射击来研判，这个士兵说是倒兵面来受伤，可能更有真侪疑点。这代表它并不是在射击线上所发生的状况，就是不是在我们什么开保险，然后这个正常的使用状况，在不同的姿态之下，然后就不明原因的射击。于今日中午，会同陆军10军团人员进入案发营区现场进行实地勘查，了解射击训练流程。在场人员及使用装备。台中地检署已经指派有职业军人专业背景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军方嘛甲现场录影的画面交予检方，另外启动内部的调查，希望会当量早来厘清事故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高湾派出所警察车行中道，要移送早期通缉犯去到分局时阵，锁伫咧台九线顶头，将有可能是落雨天涂骹上过骨啊！规台警察车就失去控制，弄到分界岛。车顶去的时阵呢，是有2个警察含一个检官，所以因为这细林通缉犯伤势伤过严重，当场就无喘气心跳，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不回来。监视器翕到台九线落大雨，车辆经过喷出水，也毋过这台警车煞突然失控，高速弄到路中央的分界岛，导连电火条啊也互弄歪，看到民众赶紧来倒三共。现场路苍苍，零件刷到规涂骹，弄的力度真大，事故警车完全扭曲变形，警消告场赶紧救援，车顶2名警员身躯真侪所在受伤，其中细粒警员正骹骨头支去，细林通缉犯是伤势严重，当场失去性命现象。现场的时候有一名伤者，还有1名警察受困在车内。犯人的部分，他目前状况是 OK 而且有脱出那个开放性骨折跟创伤的部分。当中的通缉犯紧急送医，也是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在23中道，迄当时，这台花莲新城分局嘉湾派出所的警车，当要移送现任通缉犯登去警察局，也毋过驶到台九线176.6公里的3站路段，煞疲练失控，造成意外。因为雨天道路积水，导致车辆打滑擦撞中央安全岛，那造成车内人员受伤。那3人分别送往慈济及花莲国军总医院。那至于肇事原因，尚待警方厘清。迄当时因为受到风台影响，花莲落大水雨，塞车时对视线影响真大，路边也全拢是积水，敢是因为水漂现象，还是超速造成意外？警方后手会调查厘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流感已经来到流行期啊，敢若顶礼拜呢就超过11万人次，因为流感去互医生看。若讲到这新冠疫情，目前日本、韩国拢进入到高峰。疾管署也预告讲，台湾伫咧双十一个中秋连假过后，这确诊的人数将有可能会升悬。提醒咱的观众朋友，10月7日开始就公费疫苗会当做啊，这厝内面若总有4大
院啊，就要赶紧带去注疫苗。发烧头痛，人感觉虚累累，就要注意啊，恐惊是流感。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流感门诊急诊的人数，拢总有11万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加出来13.1%，正是进入流行期。疾管署也提起10月初1开始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就会当开始做啊，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赶紧去做。流感的疫苗呢，马上就要开打，而且今年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株，跟我们目前流行的一个病毒株呢相符，那所以呢会产生足够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我们预期呢，这个只要民众呢踊跃的来接种一个流感的疫苗呢，那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流感疫情呢，控制在可控的一个范围。另外，疾管署也提起，最近新冠疫情伫咧国外开始传，尤其是台湾附近的日本、韩国，目前是疫情的高点。而个台湾的疫情可能伫10月中就会开始流行。邻近国家的这个新冠疫情也都还是在高点。那这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的就诊人次。那么在上一周的话，大概是2184人次左右，也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点。疾管署强调，过来就是双十中秋连假，根据恐惊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今年公费疫苗伫咧10月初1就当开始注射，有分2种，分别是流感的疫苗和新冠疫苗。注射的对象和去年同款，提醒民众厝里若是有事大，也是婴仔，拢要特别留意。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咱来看台南这三轮生态科学园区调设计划，国发会已经审议通过啊，未来会进驻南科4期园区。所以因为这沙轮农场生态丰富，佫是高民用的生态地，引起讨论。南科管理局强调讲，有开始做相关的生态调查，针对着外界疑虑，也拢会列入去评估。行入去规人的沙轮农场，望过去规片是规田。不过，这个地点差不多531公顷的大塘用地，未来会做台南沙轮生态科学园区，也就是南科4期计划，也和各界的烦恼。1年1约，然后租金又不便宜，然后又是靠天吃饭。可是政府现在一弄成园区，说收就收。那我们的保障在哪里？那农民爱青沙建造地点，农场生态丰富，是台湾特有亚种高民用生态地之一。网络嘛出现串联反对的声音。伫做高民用救伤甲研究差不多20年的专业小认为，应该先调查高民用的数量，再来讨论。中华民国野鸟学会表示，进前台南市政府主导的沙仑健康园区都还无定论，特别开发生态一定的消息，应该谨慎评估地点的问题。它的活动的数量、影响的程度，去做一些基础资料的调查，所以在大众的观感上呢，会认为草鸮会出现在整个沙仑农场，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除了草鸮以外，在我们的那个沙仑地方，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管制物种，就是环境质。环境质它其实是会被归类在极度濒危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里面。南科管理局是讲，已经有开始做生态调查的做法。那生态先行方面呢，我们会在靠近二仁溪保留比较多的牧草区的草地，认养18公顷，会尽量来培育一些牧草，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做，那跟专家、跟大学的做相关研究的老师做一些沟通，跟请他们给我们专业的意见。南科管理局进一步说明，科学会审议通过了后，也由台行政院核定，后续嘛需要进行宽评价开发计划的审议，一定2年后得到土地，会采分期开发，我来听各界意见。记者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大树这河山供电场违法开发的面积，加起来有超过25000平方公尺。街头地检署17侦查结束啊，包含甲这负责人林瑞峰，也个水保技师吴安钦等7个人，拢依照违反沙坡地保育条例甲水土保持法起诉，帮法院甲这7个被告呢判刑7个月到2年半。对空中看落去，大树河山供电场的2期工地，原地草啊已经豆豆啊种倒转来啊。甲2个月前树啊粗了了，规粒山头愈甲光光的模样比起来，实在是天差甲地。叫我头法院伫7月已经甲负责人林瑞峰甲水保技师吴安钦收押。检方表示，林瑞峰甲后生2人违规开发山坡地，面积超过25000平方，而且佫甲吴安钦甲伊的4位员工，若时间无照步来，佫假做时间记录甲进度，17检方侦查结束。对林瑞峰等7人正式起诉。被告林某等7人
及聪明的家公司某工程顾问公司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刑7月到2年6月有期徒刑之刑责。地检署表示，除了起诉以外，河山供电厂1期的违规基造已经拆掉，2期的草案嘛有种回来啊。买手会要求市府继续监督厂商，爱甲规粒山头恢复甲符合水保标准的规定。不过地方这期水泵2期的许可已经废掉，不过1期的供电棒到甲规山坪，即阵负责人甲工程师拢互收押，老济伫遮都是危机。民众希望会当甲山头恢复原貌。有法迄个建筑执照尔，使用执照无法啦。啊，你民无要家背书，吼，你有要同意无同意，你应该来解说啊。市府表示会全力来监督路卖作业。李长讲，2期违规开发的山坪恢复状况也算袂歹，不过若是阁看到迄乱糟糟的供电棒，都互伊1粒头2粒大。希望中央会当斗3工，莫互因安尼操烦过日。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永昌报道。台北有民选的居民5年前发现讲，伫咧永德大道的保护区山径去互规个误开，甲市政府တင်情讲，这个竟然是惊起龙社，事实上是想要起别踪。目前这市政府是要求因停工调查，咱若起诉人提起诉愿，说去互驳回，提起行政诉讼。专案伫今仔日开庭，这居民也呼吁法院就要驳回诉讼，守护这保护区的环境。破口号请法官辩察，驳回诉讼真侪住伫树林干山里的居民来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表达心声，因为伊5年前发现永德大道一段的保护区遍布风大开挖，向市府တင်情事件案假弄下知名，做起大闹之时，市府要求停工调查。造成了阳明山的破窗效应，仿佛在告诉那些不是以农为业的人，可以新建假豪宅来获取不法暴利。我现在在豪大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就怕土石流、山崩，可见那个水土保持已经被破坏了。实际来讲，永德大道一段的建地目前处伫停工状态，因为全案件照已经过期。李办公室呼吁法官守护保护区环境，也强调起诉人是大概内线交易案判刑，目前假释中会有事依。因为诉愿方驳回提起行政诉讼，23头一摆开庭，几个公民团体来声援。为这个案子攸关台北市是否能够守住保护区的未来，维护环境正义。假如网开恶例，恐怕后患无穷。他要用抗争手段让我盖不下去。那我今天是向市政府合法申请建造，你说我建造过期，你就让法院判定我有没有过期就好了嘛。有说伊的委任律师表示，先做事实定实，尊重司法程序的进行。对此，市府委任律师强调，将对本案一切依照规定办理甲答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真古水也真咸。有民众伫咧台北市信义区的地下停车场开直播时阵，有发现到动物，掠准是猫仔狗仔，想袂到竟然是强仔，就赶紧通报这动保处。这动保人员呢，就来甲这强仔掠起来，再到山区去野放。专家也讲呢，这保育观念变好，天敌搁再变少，强仔当然有增加的趋势。不过这强仔数量一个多，就农民通报讲，因的农作物去互这强仔食了啊。山羌的走法是跳的，啊，就跟卡通一样。杨先生日下晡2点外伫地下停车场直播，本来想讲出现伫镜头内底动物是猫仔还是狗仔，无想到竟然是野生动物。这是山羌哈，野生动物。山羌仔一直尾伫壁后，惊到的时阵会跳车悬。杨先生赶紧通报动保处，伫车卡找一站啊，动保人员总算甲抓到。杨先生讲真烦恼，山羌仔若是无抓到，走去车路会叫车搞死。如果冲出去，以他那种速度哈，我估计那个骑机车的啦、开车的啦，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他吓到啊。你会担心他被路杀吗？叫怕路杀，老实讲。台北市动保处评估山羌的状况袂歹，尾也甲掠去野放。其实3年来已经有接到民众通报有山羌仔差不多80件，研判甲挖山边有关系。嘛呼吁民众山羌仔真无胆，拄到的时阵千万唔通家己掠。只要被吓，就会很容易死掉的动物，所以其实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太人为的接触，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可怕的。打电话到1959。
青山包围伫东湖的公司嘛捌有山姜仔入来餐厅，通报动保处来掠。家人我有民众翕到山姜仔走入去公寓楼梯真紧张，逃脱的速度真紧。专家讲，山姜仔走入来都市，甲人相对的机会提高，主要是数量变真济。会吃它的像雄鹰啊，然后一些小型食肉目，它的天敌就相对的比较少，它的繁殖力强，加上猎人的数量其实是相对。山姜仔已经为保育类降到一般类野生动物。专家讲，有听过有机农民不满山姜仔入来产地食作物，去一公尺悬的围篱啊嘛挡伊袂掉。因为高山的数量增加，人甲狗冲突这么多，山姜仔应该是后一个物种，人甲山姜仔冲突会变作未来问题。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个花甲沙风台等咧了乱的海面，昨金门县11级的强风，不过所有10外只中国渔船唔惊风影驶到咱的海域要来掠鱼。民众伫岸边看到这渔船顶头5星旗是看甲清清楚楚。咱的海巡人员为着要维护咱的海域，有关是出海去甲因赶走。海边内底飞行机准备要降落，去互风扇一个抓咧海。要飞到跑道的时阵，毋若无伫咧中心线，其实佫起一边。即只原底要降落伫咧金门机场的飞行机，敢若会当扭起佫停飞。风台花甲沙的为了真惊人，金门22透11级的强阵风，毋若飞行机受到冲击，因为海顶天气歹，有要60只商务货船伫咧金门的外海避风台。有部分的船因为无法度入去厦门塔顶的所在，所以紧急申请伫咧金门的海域暂时休伫遐。机场外海这些货船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今天就会离开了。台风警报解除，他们就会离开了。不过，金门的风上海域煞出现10外只中国渔船，趁机会下界偷掠鱼仔。风影是真大，民众伫海边就会当看到中国的渔船仔顶悬插5星旗，因是赶紧通报海巡，为着要阻挡中国的渔船仔下界掠鱼仔，甲违规点伫遮的商务货船。外口透风落雨，风影阁大，海巡22暗时啊，要是出港去赶赶。这里不是马泊区，请你立即马上起锚离开。金门海巡队181艇在深夜21时50分，顶着10级风浪出港，在金门母语东方海域，冒着恶劣海象，总共驱离10艘大陆籍船舶。金马批分数强烈谴责中国的渔船仔伫风台内阁透暝下过界来掠鱼仔，毋但真危险，嘛增加救援的难度甲风险。虽然会等天气较好，或者是风台过了后，加强处理下界掠鱼仔，或者是违规点伫遮的船仔，来维护咱国海洋的权益甲海域的治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大会要伫咧加拿大举办，这加拿大下党派机关是甲咱相贴，但是头一届伫咧因的国会举办记者会，或者 ICAO 应该爱互台湾参加。另外，第8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也要起稿啊，伫纽约呢有非营利组织拢会办峰会，这届就邀请咱的大总统以录影的方式来发表演说。第8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前瞻，纽约非营利组织照例伫联合国总部外口举办年度峰会，再度邀请大总统录影发表演讲。While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UN system, we have consistently proven through our actions that Taiwan is a reliable partner. Our position is clear: to make Taiwan even more resilient and secure, so that the global defense of democracies is even stronger. 大总统讲，台湾愈安全，世界民主就愈坚固。上次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伫加拿大明德罗举办大会，台湾行动团受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的支持，头届伫加拿大国会举行国际记者会，呼吁 ICAO 爱纳入台湾。Air safety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regions, especially one as vital as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managed in isolation or used as leverage in geopolitical contests. Taiwan's exclusion is not due to performance or capability deficiencies. It is about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and that is bending to Beijing's bullying, and it has to stop.
不大声拼出台湾的英文支持台湾的众议员 Cooper， 讲加拿大是 ICAO 的主办国，应该明确表达立场。加拿大媒体讲，总理卡尼承认巴勒斯坦说对台湾加入 ICAO 点点点，分明是有两种标准。另外，两国的外交部表示讲，现阶段台湾政府也无承认巴勒斯坦的规划。政府现阶段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规划，不过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的发展，也要呼吁巴方能够相互尊重，彼此进行友好的接触对话。关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社群平台公布地图，自转甲台湾纳入中国，表示做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外交部抗议讲对台湾的主权无尊重，嘛讲期待联合国公正对待台湾，承认台湾在国际上应该有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普发现金1万块，上紧10个月来发放。行政院长杜英台进前有指示讲，研究新增加无变领的选项，却引起批评。那行政院今日表示讲，若准另外做系统会去牵着发放时间，落尾呢是无要来设讲无变领一个选项。另外，政府要发现金，这诈骗集团已经看到一块肥肉咯，也提醒咱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院长怎么看这个距离1万的选项有引发一些争议，有要说明吗？普发现金1万上紧10个月的发放，行政长杜永泰本地是只是建议增加卖领这个选项的可行性，但若引发争议，连民进党的立委嘛有无共声音。吴思瑶就伫面册发文讲，伊认为这是扰民压价尔，要求负面政策要较紧改。应该没有人会选不领吧？我觉得可以有，只是可能形同虚设。行政院23表示讲，为了防止个人的资料互提起用，若是增设卖领的选项，都要做另外一套身份的验证系统，会去延长到整体普发现金的时程，决定维持原有的领机关道。恐怕会延宕发放的时程，因此行政院决定维持原本的领取的管道，不会增设额外的页面，让接下来发放现金的过程可以更加单纯顺畅。诈骗集团嘛看准时机，对8月普发现金的议题开始查，就大量发送假作财政部这政府机关的 email 和钓鱼仔的简讯，已经有民众去点这假的政府 email， 连假网址了后输入信用卡的资讯，甚至拢无怀疑，照网页只是输入 OTP 验证。结果就互偷入5万多块。假简讯或者是假 email 的部分大概有10件左右。那这个假冒公务机构说你的身份被盗用的检举大概有80几件。刑事局分析，诈骗集团这种要来甲你骗的网址，拢是用亲像政府官方网页的小号，针对这种假网站、假连结，已经强烈追查，而且甲因封锁。财政部嘛提醒讲，政府机关专用网址上尾是 gov.tw， 政府袂发简讯，也是 email 通知你去领钱，也是登录，嘛袂用电话要求你去 ATM， 也是网络银行来汇钱。好有民众若有看到，都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台股今仔日是起366点，收伫咧26247点。台积电呢是收伫咧1340块，起45块。虽然台股搁再创新高，不过国内失业率已经是连续3个月拢创高咯。这主计总处公布8月失业率是3.45%，是1年来新高。主计总处表示讲，8月失业率变高，除了有毕业生出社会以外，而且这减班休困的人数也变多，这也代表讲这台币关税影响的问题渐渐浮出来呀。拜二台股延续起的走势，开关加悬，那是徛稳26000点，中场大起366点，收伫26247点。分析师认为台股会当阁创新高，主要贡献来自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320块，盘中上悬甲收盘表现拢是1340块，中场大起45块，期待来到34.75条。国外的厂商呢，表示已经有15家的大客户呢，准备要下单给这个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之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2奈米的这个订单不够多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未来呢，这个2奈米的订单呢，应该是会呈现一个爆满的状态。这个是造成今天台积电呢能够大涨的最主要原因。分析师认为，这礼拜交易日，台股仍有希望挑战高点，只是台股伫台积电贡献之下，股价冲，也毋过国内中小企业甲团产等业者则受到关税冲击。主计总处公布，8月失业率阁提升到3.45%，若比7月悬，也是我1年新高。失业人数41.5万人，比7月增加6000人。另外，工时不足就业人数有12.1万人，一个月增加4000人，创今年以来新高。
那为失业的年纪分布来看，20至24岁的毕业生占12.08%，25至29岁占5.92%，30至34岁是降到3.16%。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供应链是受到这个对等关税的一个冲击跟影响了哈。那这个订单的能见度实在是比较有限哈。那因此呢，在近期的未来，大概就业市场的复苏，乐观的成分不多。专家分析，以目前出口主要货品来看，高科技产品销真好，团产出口刷落价。要不过因为咱国劳动市场以中小企业甲团产占多数，关系对就业恐惊有缘会继续影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对2022年开始有租金补贴计划，不过最近立法院预算中心报告指出讲，这家领补助的案件有49853件，金额超过5亿，一若无纳到转来，有关有3亿5千多万。认为这补贴的审查发放限价，甲这家领拖倒转来作业，拢爱加强。为了减轻全台湾百万爱租厝的人负担，内政部为2022年开始开办租金补贴计划，今年佫扩大专案。不过最近立法院预算中心报告，到今年7月，应领补助的案件拢总49853件，金额达到5.8亿，而且无完成追缴的还佫有3.5亿。认为补贴的审查发放也甲应领追缴作业必须爱佫加强。租金补贴是要帮助真正有租屋需求的，如果有人用一些程序上的一些漏洞去预领的话，那这个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租屋市场的透明程度没有随着租屋补贴政策而有所推进的话，那么这样子预领或者是这个追缴不到的状况就会继续持续。而且根据内政部到今年3月底的统计，应领案件当中有446件申请案牵涉到诈领，其中59件已经移送检调机关侦办。民团指出，目前申请租厝补助条件放零，让部分有心人用无实在的租约诈领，可能会败钱真正有需求的人，建议政府爱考虑加强文件审查。现在申请租金补贴，它不需要减负房东的身份证字号，还拿亲戚朋友的房子去伪造租赁关系等等，这些样态其实都还蛮多的。其实，在事前的稽核上面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内政部国土署表示，租金补贴政策推设各单，拢总核定差不多185.9万件，其中差不多有2.4万件应领，占整体案件比例差不多1.3%有应领补贴的情形。大部分是因为个人资格条件变动引起的，包含继承、买厝，也是互人情有，婚后配偶持有房产、租约提早终止，也是申请人死亡等。国土署会持续强化客早查核机制，积极把补贴热倒转来缴回。记者采访报道。台中市某一间国小发生校园暴力事件，昨召开课庭法典委员会会议，校长和一个老师因为这检课名单敢会当吸落来，发生下体冲突。随后呢，这校长和老师拢去到病院验伤。这老师要告校长强制伤害，也有性骚扰。那学校也谴责老师暴力行为。目前双方拢是一人讲一款话。校长跋倒伫涂骹，阁爬起来，坐落来就甲老师手头的纸摕走。台中市一间国小2日下晡是召开课庭法典委员会会议，现场提供检课的名单予大家看。学校指控讲有一个社会科细陈的老师，无遵守袂当翕的规定，甲名单摕走，阁甲骹伸出来，害校长跋倒，造成校长头弄到涂骹受伤，站起来，加登讲请假。发现检课名单遭到3位老师的抢夺，所以想要上前去取回。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陈老师不仅没有配合，反而以脚绊人，导致校长持文件时不知倒地，且遭到陈老师在地强行拖行，头部撞击地面而受伤，并出现血肿。学校表示讲，受到少子化和行政业务正重的影响，大学期拢会讨论兼任行政职和社团指导老师检课的长数。细陈的老师捌到指导学校内面的合唱团，艺术因为这学期检课的长数对一堂减做0.5堂，可以是真不满。不过细陈的老师嘛出面来反驳，强调检课的过程拢是互相，伫阮的过程校长是家己跋倒的。从头到尾都黑箱作业啊！你又不是什么性骚扰的案件啊，为什么不能拍？这本来你就应该公布的事情啊！哦，你还用我抓住我的右肩膀，然后呢，我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摔倒。哦，他自己摔倒以后呢，然后而且呢，摔倒了以后还用他的两只脚，哦，用2只脚去夹我的这一只，哦，
的脚。台中市教育局是无回应，表示讲交予学校来回应。学校是定调专案是学校的暴力事件，严重谴责涉单的老师是违背教育专业和师道的风范。涉单的老师嘛已经去病院验伤，而且去派出所向校长提出强制伤害性骚扰这个告诉。伫校长这边是还未决定讲敢要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调这卫福部的调查，国中生有41.5%捌啉过酒，那高中生也有68.8%捌啉酒。台湾的酒防中心就表示讲，伤早啉酒恐惊会伤害到脑神经发育，较会有情绪歹控制、记忆歹等等的问题，希望政府就要落实未成年的管制。酒定会出现伫台湾文化外交的场合，卖场嘛定看到，比如咧促销品牌多元甚至有各种口味。虽然伫咧广告也是店家根据分酒管理法，拢着表示未成年禁止啉酒卖酒，也毋过有民众指出，实际上伫卖场店啊也是无落实管制。就是会看嘛，或者长得比较老就没有问题。是要买，伊佫有足侪方法去，就是找着方法去买酒。槟榔摊之类的，或是杂货店。根据国健署的统计，高中生有41.5%捌啉酒，高中生甚至有68.8%捌啉酒。主要会啉酒的原因，以厝内人朋友啉酒嘛，对咧啉的占上侪，嘛有歹势拒绝社交需求啉酒的。台湾解酒含检酒防治中心指出，上早啉酒恐惊会伤到脑神经发育，较会有情绪歹控制、记忆歹等等的问题。中心呼吁政府落实未成年管制，嘛通参考日本的做法。酒除了爱写度数，嘛得表示酒精含量，互一般民众知影敢有啉超过卫福部的规范。咱台湾吼是规定讲查甫吼20，女性吼10g吼。无总共无法律吼，嘛会使有一寡政府吼政策的决定讲会使加一个几克的酒精宾馆嘛，这嘛会使控制嘛，对无吼？还有吼，咱伫青少年吼，伫学校的部分吼，安怎来宣传讲吼，莫搁早啉酒。咱对薰啊，对槟榔啊，对一寡毒品啊，拢有在宣传嘛，对无？但是咱对酒的宣传真少嘛。中心指出，大脑爱到25岁才发育完全，嘛建议政府甲合法啉酒的年岁对18岁抽悬到25岁，避免少年囡仔提早戒酒。卫福部指出，目前戒酒的治疗补助一人一年上悬有4万块。卫福部表示，除了爱靠时代学校协助囡仔建立正确观念，未来嘛会根据台湾的文化特性，研究适合的防治策略。记者卢尚书、郑春友台北报道。移民署宣布讲，台湾要推动外国人入境的电子 A 卡网络登记入国。这纸本的入境卡呢，10月初一开始就无被使用啊。移民署表示讲，网络登记会当一个人替其他同齐入境的人写，上济写16个人。若无事先完成上班到台湾了后，伫咧护照查验进行申报。内政部移民署宣布，从10月开始要全面实施线上入国登记表，等于正式淘汰纸本。除了要加速通关的效率之外，也要减少旅客手写卡片的繁琐程序。Is required to proceed with immigration, and it is also free, fast, and friendly. 电子 A 卡是对今年5月初5推出，有中英日韩泰越印尼等7个语言说明和自动登护照的资料这功能。外国的旅客大多数感觉讲电子化是趋势，但嘛烦恼取消纸本会互侪伙人袂晓用。We need to reduce the use of paper, so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it is very comfortable and very useful. But I worry about the older generation because they are not so familiar with such kind of. I did it in China, and I think I also did it when I was coming here 5 years ago to Taiwan. Then I also had to do it on paper. And also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helping other people, so even older people could get help from them. So I think it's a step that you have to do it online, but they also giving service, so it's okay, I think. 移民署提醒讲，需要来写的对象是包括外国的游客、中国的人民、和港澳的居民，还有无户籍的国民。另外，为着考虑到家庭和团体旅客的需求 ，TWAC 支援一个人，加会当替16个做回来的人写。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的缓冲其实比较短。韩国那边呢，就是今年呢公布要开始电子化之后，它就是电子化跟纸本2个同时并行，一直到今年2025年的12月呢，才会全面取消纸本的部分。台湾能够有协助的人协助这些旅客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TWAC 是免付费，外来旅客于抵达台湾前3天内，
需完成填报。为着配合新制上路，移民署已经提供 QR code 的连结，而且协调各大海空运输业者，伫机场和港口设广告，方便旅客来扫 QR code。无成完成的人上班爱伫到台湾，或者查验进前完成申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的地方，讲到这台东的南花地区一阵风一阵雨，这达人乡的安淑村有10户的真家厝，这铁厝呢厝顶去互风声啊歹去，这时风雨有变较弱。这南花公路一寡已经成封起来路段也陆陆续续等咧开放啊，不过有真侪大去互这土石啊顶掉的交通受到阻碍。达人乡安淑村复兴路这几排铁厝挂拢规个翘起来。民众讲，迄当阵还阁落大雨，家具甲衫拢湿了了。透早天光才会当整理家园。居民讲，饭店过点外，风雄雄算算叫，厝挂就规安尼翘起来。有10户拢是同款的情形，毋过对面的厝煞是完全拢无解着，因为达人乡7月份捌出现假雷仔风，居民咧又讲，即届有可能阁是假雷仔风，造成因的厝受损。风一进来就一刹那就这样子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开了。玻璃一直震动啊，一有起风啦，挡住都挡不住。咱若伫金峰乡嘉兰村、甲太麻里乡乡兰村的居民，因为山区2天累积的雨量超过400毫米，太麻里溪溪水规个涨起来，这村民拢真注意水位的情形，因为烦恼的崩花是规暝拢困袂去。到这个湾区的关系那个河水很容易往这边冲。昨天那边那个提往那个路淹水现在有冲掉，它这边有带出去的。目前台东县还是咧落大雨，不过南回公路22暗时已经成封起来的金轮大桥，甲部分管制的路段23已经开放，不过还是提醒民众驶车就要细致。另外，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因为海涌甲大粒的石头甲水流茶拍起来甲大路的，呼吁民众暂时莫划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到台南，讲到这顶一回，但若是风台来时阵，中间就也袂好势。即抓这花甲沙风台，佮互工程的时间佮再延后。有民众因为这厝内面无法度带着规气去带活动中心，困伫咧涂骹过暝。这个区公所呢就表示讲，目前有8成外拢已经修理好势，因来继续来追踪进度。顶回但那些风台到即阵已经2个月尾啊，不过煞也有人逐工咧活动中心过暝，包括昨项花甲沙风台来。甲做歹叫工啊，你敢知？即马你叫人刷过来，就得一直刷，刷到这阮上尾啊，连估价到现在都还没估嘞。但那是啊，到现在了。不然呢？睡到全身痒到都不能再痒就是。他那个都有蚂蚁在爬，也没办法，反正就是要克服啦。实际来看，因即摆徛起的状况，有看厝顶佫也袂堪，规个厝体也佫哩哩落落，有住户暂时先甲新竹牌仔甲新尊请去厝边摆咧顶下骹。风太较紧啊！无位啊！对，即摆遐无人，你即摆先搬来对面遮。敢叫民间可能。有民众虽然是已经有钉砍铁皮厝徛，不过亲像即摆风台来，雨落大阵，共款的涉水，互伊真无奈。阮就是当修理好修理工程是一直咧进行，但是因为工班工课实在太济，排拢排袂赴，当着歹天就爱搁休困，地需就牵着居民的修复时间。7个区公所强调，即阵已经有8成外拢修理好势，只是有部分工程实在嘛是爱照白班。房子受损修复的成果然后被高想啦，还有种被高想，因为经过2个月之中的时候，有时处期让住户改善修缮的，有时透过公所市府咱水利局地震局、交通局下面好监班，拢总15个监班来协助安尼即目前修缮都还不要去啊。顶届风台佮加上西南气流，互沿海居民受灾真严重。到即摆也佮有好无完全，嘛无怪讲即摆当地民众若听到风台来，心内难免悲哀，心情是错雷弹。记者是台南采访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超级风台花甲沙呢吞达菲律宾北部，害90万人就爱撤离。讲到这个花甲沙会向西去到香港、中国等东，也若这个所在呢，当地大家是错咧等，这航班、铁路、学校也拢先暂停营运。
土石流甲路砍去，怪手甲挡路的土树瓦塞去路边，穿一条路互救护车会当过。超级风台花甲山倒来强风暴雨，日下晡扫过菲律宾利宋岛北边巴布岩群岛，互北部真侪所在落大水雨甲土石流。本格特县的图巴区发生土石流阻碍道路，当地市政府紧通路。卡加延县的圣安娜区有居民调到，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无顾风雨，紧去救人。Atau mahas, tapos naririnig ko malakas tapos may hangin. May hangin yung kahapon hindi ganong tapos pagising ko na lang malalim na. 伊洛高省因为放无饮水，民众掉伫内底，海岸防卫队用缆索救人，搁一家一户通知民众疏散。因为花甲山的风力要达到每点钟280公里，是全球今年以来上强的风波。互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全国灾害应变机构全面戒备，搁调动所有的政府机构救灾救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人撤离，其中1200人暂时住伫收容中心，其他民众是投靠亲友。大马尼拉都会区甲利宋岛大部分地区拢宣布停班停课，袂少航班停飞。花甲山一路向西行，互香港甲中国广东省开始警戒。为着防灾，超市货架顶青货、冷冻食品、泡面类，差不多民眾掃了了。尋日都有買定啲食物啦，係啦，今日都會去補貨，係啦。咁啊未買齊嘅，大概消費到400-500度啦。成個街市好似過年咁，啲肉食檔啊、菜檔。幾浸人啊！今日少咗啲噶啦。香港天文台表示，花甲山以每點鐘220公里的風力漸漸挖近中國廣東省南部沿海地區，已經24早起上挖近珠江口這塊里。到時陣香港的風力會進一步增強。目前第23下晡已經發布8號風球，佮宣布香港23、24天氣2天，部分企業嘛宣布停班。大部分客運航班嘛伫下晡陸續宣布停運，已經至少有700航班受到影響。另外，廣東深圳市政府已經撤離40萬個住佇較低地區的民眾，嘛呼籲民眾愛提早囤一寡食的。公視新聞陳思彤編譯。9月中開始，這羅西亞就派無人機去攻擊波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今仔日呢，這北歐閣再傳出講有不明的無人機佇咧丹麥含挪威的機場射來射去。聯合國安理會會針對着羅西亞戰機侵略代志提出嚴重檢舉。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機場的半面是真無平靜，受到幾隻互警方形容講是體型真粗的不明無人機喺機場的空中轉射影響，這個北歐上無用的機場，喺當地時間日暗時8點，因為安全的理由暫時關起來，差不多4點鐘，至少造成35架航班改降。幾點鐘後，喺挪威首都的奧斯陸機場嘛傳出親像這種事件。瑞典先驅部報道，有2個操控無人機的外國人被逮捕，但是無清楚感受和機場無人機事件有關係。歐洲的空氣喺這半個月以來是真無平靜，在這1禮拜外以來，一直有羅西亞的無人機甚至是戰機對北約的盟國越境干擾，像是19架無人機入去到波蘭的空氣，羅馬尼亞嘛有。頂禮拜6禮拜，佫傳出3架羅西亞的米格31戰機攏入去愛沙尼亞芬蘭灣的領空，停12分鐘這麼久，互支援北約順風波羅的海意大利戰機升空甲驅離。波蘭的總理圖斯克聲明講，任何飛行物只要侵入波蘭，會隨甲拍落來。Decyzję o zestrzeliwaniu obiektów latających my będziemy podejmowali bezdyskusyjnie wtedy, kiedy naruszają nasze terytorium i latają nad Polską. 8月聯合國安理會嘛召開緊急會議，會中愛沙尼亞的外長是提出雷達的戰機，但羅西亞的代表同款是講，因的戰機是喺波羅的海中立水域頂懸在飛行，無入去到愛沙尼亞的領空。最後，這個開會代表是做伙強烈批評。I say this openly to Russian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oom. Your government's actions are reckless, dangerous, and go against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日美國總統川普向媒體問到講，若羅西亞升級行動，美國敢會出手來協防和羅西亞相接的北約盟國？對這，川普嘛給大家一個肯定的答案。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吉隆台北、桃園、新竹對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4度到32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5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